来看2024总统大选的三大候选人继续在争取支持。赖清德是讲，因民进党做甲比马英九政府较好，要用政绩来求选票。民众党的郭文德是讲，要互台湾来做美中沟通的管道。那进前针对核废料去反对的国民党的侯友宜，即马是搁再强调，若经过评估，伊赞成核一厂重新启动。现场的活动选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出席国民党总统甲台北市立委参选人造势大会，又参与即届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共台活动。而韩国瑜原定要参加车里的造势大会，却是临时改上回南来定义，引发外界联想。也不过侯友宜伫时时搁再推出另外的议题，讲一场应搁再启动就启动。在核二，我们也希望能够延役；核三能够延役；核一，我们要考虑一样。我们能够经过专家评估以后，我们能够延役，能够再启动，我们再启动。支持者唔惊天气真热，就是要来参加新动力新来台湾协员会成立大会，要来支持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而赖清德意思是讲到，伫登记照户用理甲学费补助，民进党政府拢这个比马政府也较好，拜托大家用这政绩到3天邮票。蔡英文总统当选了后，7、8年来，民进党政府比较起来做较济嘛，做较好嘛，拜托大家去投票，用成绩来投票。现场一直花口号声，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选伫台中举办中区选特基友会成立大会，地时时暗门口说国民党甲民进党也是拍传统的动员选战，也过也讲到美中台三方的关系，台湾应该真侪美国甲中国沟通的桥梁。大概中美对抗的局势是已经形成，而且大概未来的10几年应该都是这样。我们也希望说，台湾是一个中美沟通的桥梁，而不应当是一个中美对抗的一个棋子。选战愈来愈激烈，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除了政治的攻防，也推出政见，要来抢攻选票，优先选情。记者综合报道。